近排新聞不斷嘅星夢小花中由美 Yumi 喺承認 A 零人設崩塌並公開道歉後，透露自己係單親家庭出身，同媽媽相依為命，被公眾認為佢試圖將過錯歸因於成長環境。中由美喺訪問聲淚俱下，講自己細個唔識諗，並且提及自己可能唔係喺一個正常家庭長大，所以先會講大話。有心水清嘅網民即刻翻出佢參加星夢傳奇時嘅舊片段，嗰度 Yumi 曾公開感謝，多謝我屋企大廚，知道我比賽壓力大，每次返到屋企佢就會煮好多嘢食同甜品俾我，多謝爹哋。指佢爸爸會為佢準備美食減壓，同佢而家聲稱同母親相依為命嘅說法有好大出入。網民對此議論紛紛，質疑佢為咗賣慘，而前後說法唔一致，令佢嘅公眾形象再度面臨誠信危機。網民留言諷刺，到底有冇爹哋啊？Yumi 嘅公眾信用度再次受到嚴峻考驗。